各位记住阿姨啦，让哥来啦阿拉真吧，别就一见牛啊，各位当上阿拉讲讲。阿就那种买了金子，现在那么来讲科技上阿拉希望。土啊的是阿的吧，那么就到阿拉米，那么多阿下米，现在阿爸阿拉在地。大家注意阿拉家的，前去看啥男女，那边的阿拉去哟。看嘞，孩子看这球嘞。几家去为阿拉儿子举办他们的阿拉美呀，我被他喜悦被心看着比阿拉得贵。年什么呀？儿子年谁的？狗大鸡的要嘛的上去的，狗大有不的，他们狗大这个考虑的，晓得的。那爹不是目前人这边可能是年着种种些什么难了，爹呀各位男兄弟，倘若你差多些的那大出水，你把这毛不关系，我把这来差脚这个轮子要大。啊嘞！这个听来那叫我你那老秀，这个听来那叫我一把去。看嘞，要不然不是，我们这是马子呀，干嘛呀嘛的？你老子打的吧？打的呀的，要不然不是，上。这搞了蛮多人的，咱这马上得到。这个样子我们的不拉跟着，我们别当个男人不得那得手。阿这个人也把他们做生意的，听说上街的拉动了忙上忙上。哎，不能说法律的现在贵州，让你别当个男说是绝版难谈。咱们年的没什么现代人啊，你把这个没经过的年的是。俺这边的强在这个烂大阿姨，瞧到这位口里看啥有饭吗呢？可你干啥有那老叫我咋个？我说过年是我就是姑娘阿姨。姑娘也在耶，这是做大小都弄的大小都，俺就拿破茶都他妈不讲理呢。俺们家是老多一年没送，跟着上在这的这些东西上头。这的昨天吹起那个一来头土，听了他都心安，说不当丢没钱。有路上了走啊，怕他去走啊，好长。看你买结果结啥都拿了结下，这不样人也真那都拿了啥下。他呀，年轻的这边呢，就是俺们说，咋都拿我计较的这个的。啊嘞，咋都拿计较？叫来，这个乱老了啊！那叫你这个好了，这个多，别说别听不懂，那当然了，叫你打不住啊，你呢？哎。